继续来讲，台南有美食之都的称号，伫个无同的地头，拢有无同的代表性的食物。台南归仁区公所就伫个社群网站举办着在地美食的推荐活动，请大家做伙来推销归仁在地文化。 台南归仁区公所即马正透过归仁的社群网站来举办美食推荐的活动，希望民众会使共同参与，做宣传在地美食，好更较侪人发现在地好滋味。是希望让归仁的美食能够被看见啊！因为咱知影归仁家除了隐藏很多巷弄美食以外，咱嘛著名的总铺师吼。 即马第一阶段的票选已经结束啊，第二阶段的推荐活动正在进行。咱乡亲会使到指定的社群网络社团来推荐，鼓励咱所有爱好美食的，特别是咱爱好归仁美食的这些好朋友，拢会当踊跃来参加。 台南市美食之都公所希望讲透过美食推荐的活动来提振疫情后的观光人气，这嘛是宣传本身家乡的特色，吸引更较侪游客做伙来认捌归仁这个所在。